啊！大家要翻嚟啊！頭先因為唔知什麼嘅技術問題啊，嗰個直播突然間自動斷咗啊！翻嚟第三節嘅比賽。好嘢！能力差異。
你哋真係好好啊！考古球真係適合唔同嘅人打㗎。無論手短腳短啦、高啦、矮啦，全部都有你嘅位置㗎。所以呢，嚟緊呢，我哋8月中呢，會有總會有幼兒嘅呢個考古球班，大家可以幫手推廣下嚇，同啲 BB 玩下啦。詳情就睇翻我哋嘅總會 page 啦，順便賣廣告。我翻嚟球場呢，而家係第3節，仲有4分鐘。加油啊！好嘢！開波落斜。最後幾分鐘介紹下個球場啦。而家終於水退晒落去啦，但係啲浪呢依然係非常大嘅。海邊好彩有啲風啊，如果唔係咁曬嚟講呢，球員就再辛苦啲啦。咁啊，大會 keep 住播住啲好興奮嘅音樂啦。頭先試過有一段時間係完全冇音樂呢，原來發現音樂都幾重要㗎。仲有2分半，比數係53-27。仲有分半，佢遮住了。現在走吧。暫停。哦，入咗沙啫，唔知做乜嘢。球證吹個暫停，我以為佢冚親個頭啊，嚇死我！比賽繼續，仲有半分鐘，仲有半分鐘。
世界沙灘考古球錦標賽，香港男子隊對住韓國隊勝出，比數係，哎呀遮住咗添，比數係59-27啊！辛苦瑤瑤，係啊！你今朝又唔睇，今朝男仔隊英國隊你又唔睇，一次過睇晒咩？曳啊！好啦，咁我個直播就要完結啦，因為呢部手機咧要攞嚟同佢哋影大合照啊！我電話已經冇電啦。好啦，拜拜！唔係唔好拜拜啊！大家要去大會嘅 YouTube 嗰個條 link 嗰度咧，而家咧準備開始女仔香港女子對中華台北嘅比賽，去大會 YouTube link 去 YouTube link 呢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